多谢议题，这真了够厉害啊！这个开超过20年的台北新旺大饭店，讲要结束营业，这个关店会这个时阵呢，员工拢真唔甘，大家揽咧真感伤。有真个老顾客专工去享受这个饭店充满记忆的气味，甲吉祥物做伙翕相。所以来9月23到9月25，馆内要进行经典物件的特别会。 饭店的工作人员全部徛伫门口，含同事做伙唱上尾一条歌。不过，煞后天某做伙，伫台北市东区老牌饭店新旺大饭店，伫昨暗时今日历史。有人客离开时，嘛含在对翻山工作人员小揽和吉祥物翕相做纪念。新旺大饭店捌创下全台湾饭店大房率前3名的纪录，市场的人客真多，未少人客把握时间，趁上尾一天来这吃饭。好好吃完最后一碗炸虾饭、跟鳗鱼饭、跟鱼下巴、跟手卷。吃20年，它的菜。 相当让我们回味。我们1个月之前我们就来订了，因为知道今天最后一天。新旺饭店历史真久，1976年起予好势，2002年旺旺集团承接，已经过47年的历史。结果已经伤久，加上疫情爆发，饭店决定加速改建计划。估计年底改建做地上27层、地下6层的综合商办大楼。另外，饭店内底面包店和餐厅会刷起其他起点。不过，员工的后一步要去倒，也未决定。有机会的话，再拿下一家酒店，我们希望再把我们的员工找回来。这边很有感情，我在这边27年了。新旺大饭店接落来，甲馆内所有物品整理好势，而且伫23到25号连续3天举办经典物品特别会。不过，除了新旺关门，最近结束营业改建饭店未少，包括六福客栈、台北豪顿、全美精品饭店、韩国宾等等14间饭店核准围楼改建。只是旧饭店向向关门的这间到，要是互员工、佮有人客拢感觉真唔甘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